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郭偉成。馮檢基，今日咧又同基哥講講時事熱話啦。好啊。近期咧一條安全帶咧，就搞到全港滿城風雨喎。係，我估搞到政府由卒仔到額頭都大晒。係啦，呢個安全帶咧係講咩咧？就係講緊巴士安全帶。政府咧喺2026年1月25號嘅時候咧就實施咗一條法例，就係全港市民咧就上到巴士嘅時候咧，如果巴士有裝安全帶嘅話咧，就必須佩戴，否則咧就犯法啦，就罰款5000蚊，係好勁嘅大佬，監禁啊，係重罰嚟噶，仲要坐監啊，係啊，仲要坐監嘅。係咁啊，當然就全城巴士咧，其實每日香港市民咧都有好大部分人咧就會乘搭啦，不論打工仔，不論出去玩，特別係街坊老友記去買餸咧，都會搭巴士嘅。係，所以呢個安全帶嘅條例實施咧，影響嘅範圍好廣嘅，所以咧全港都好多市民有唔同嘅意見。係，咁特別咧最多嘅意見就係好難帶安全帶啦。特別係買咗餸嘅時候，一抽二掕嘅時候，甚至係巴士上面好多人嘅時候。帶又麻煩，解又麻煩，帶住嘅時候要讓人過去又好麻煩，咁咧就令到全城好不便。係，咁有時唔知個天玩政府啊，還是係咁啱得咁巧啦。咁即係而家公布咗實施之後咧，有啲人咧就係好難插極都插唔到條安全帶。係，跟住有個個案咧插咗安全帶啦，要落車啦，就掹極都掹唔出啦。係，即係知咧就喺巴士度咧就係滯留咗45分鐘。係，要揾報警啊！要揾消防員嚟幫佢剪，係呢個就係咁啱得咁巧咧，搞到哇原來安全帶，喂我真係有時跟法例入咗去之後，我掹唔得翻出，咁我點算咧？係啦，其實政府嘅立法原意咧，就係希望保障市民安全啦，即係行車嘅時候，如果出現意外嘅時候咧，可以有條安全帶保障生命。但係咧原意係好，但係實施嗰幾日咧，全港市民好似係鬧多過讚嘅。咁呢種不便不滿嘅情緒咧，持續咗唔夠1個禮拜咧，有位前議員江玉歡議員咧就喺網上度發文啊，佢就話：哇，睇到個條例再睇真啲，原來咧安全帶嘅規例咧只規管2016年1月25號打後登記嘅巴士嘅啫。咁即係現行社會上行緊嘅大部分巴士咧，都不受呢個約束噶。呢個好明顯咧，同政府一直以嚟所講嘅論述，就話全部市民上到巴士咧就要攬安全帶啦，就好大出入喎。係，所以當時佢都有質疑咧，就係喂政府啊，你又話安全帶係令市民即係坐車嘅時候比較安全，呢個原意係好嘅，但係法例唔係咁寫喎，法例話明係1月26號之後登記嗰啲嘅巴士先至受管制啊嘛。咁究竟係法例重要咧，還是原意重要咧？咁江玉歡就提出呢一個質疑嘅。講講呢個安全帶修例嘅起末先啦。其實呢個安全帶咧唔係2026年今年先講嘅，其實咧係早喺2018年咧，大埔就發生咗一宗咧即係致命嘅一個巴士車禍啦。個車禍咧造成多人死傷啦，當時已經咧政府成立咗一個調查委員會咧，就係探討安全帶嘅問題。咁當中調查結果咧，其實都講係冇必要強制攬安全帶嘅。但係稍後時間咧，去到22年咧，運輸及物流局咧就向立法會提交文件。當年咧，運輸及物流局咧已經講緊係新登嘅巴士咧，先會強制市民攬安全帶嘅啫。直至幾年後啦，去到2025年9月18號啦，喺立法會嘅法案委員會通過嘅時候咧，亦都係講緊26年1月25號打後嘅巴士咧，先需要強制配安全帶。當時咧，啱啱我哋所講嘅江玉歡議員咧，其實都係喺個法案委員會裏邊嘅，所以佢喺出嚟講話條文有唔清晰嘅地方嘅時候咧，佢都主動承認責任喎。佢話嗰陣時睇漏眼喎，而且有向市民道歉。係啦，其實我哋睇翻個過程，其實唔止佢一個睇漏眼喎，好似有幾個 party 都睇漏眼喎，包括議員啦，包括當時嘅運輸及物流局嘅局長，甚至係佢啲下屬啦，同埋運輸及物流局咧整咗條文之後要交俾律政司去做法例嘅，就咁講都好似有3批人集體鬼揞眼喎。
究竟係唔係鬼揞眼咧，還是係明知都唔知道個問題，或者係知道個問題又唔夠膽講咧？嗱，因為咧你睇到佢個文件係由嗰個18年嘅交通事件出現咗之後咧，有個檢討報告。個檢討報告咧都有提呢一個安全帶嘅問題，當時已經講明係必須啊扣安全帶。第二咧就22年嘅時提出嗰個政策文件俾立法會嘅政策委員會去傾，咁你已經係由局去制定呢一個政策，係白紙黑字寫明出嚟，係2026年1月25號之後嘅巴士先至受影響，係白紙黑字寫出嚟嘅喎。咁呢份文件一定去立法會裏面，你個局一定係公開地、口頭地由局嘅高層啊係講出嚟噶嘛。呢個好明顯係白紙黑字加你經過你嘅口、經過你嘅腦去噏出嚟嘅時候，你一定知嘅。第二咧，噏咗出嚟之後，又經過立法會嘅議員喺呢個政策委員會裏面討論，大家同意嘅，咁所以起碼好清晰地係過咗呢兩關。然後份文件係交到去律政司嗰度，然後去將你呢啲政策變成法律。嗱，當然律政司咧，我覺得佢係冇權咧係去改咗啲，因為立法要改咗你嘅政策。如果當然佢發現有問題嘅時候，佢一定話俾你個局聽，個政策局聽，喂，呢條立法好難執行喎，可能要點樣你先至能夠處理到呢個法例同執行嘅嗰個問題喎。咁當然律政司有冇人睇到呢個問題咧？可能係有，可能係冇嘅。咁當然因為都唔係佢嘅職權範圍，你唔怪得律政司嘅，我覺得。但係如果真係有嘅話，係咪已經交咗俾政策嘅局，而政策局睇完之後係唔處理咧？所以你問我咧，我嘅角度啊，即係律政司嘅責任係比較低嘅，甚至可能冇責任添。咁個問題啦，當呢個法例草擬咗之後，交翻俾呢個政策局、運輸物流局啦，物流局之後睇完個法例，覺得OK 啦，可以交去俾立法會啦。咁上到立法會咧，另一個層次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咧，理論上係把關嘅，因為最後都要佢投票通過先至成得事實噶嘛。佢唔通過或者要改，所以個個都未成為正式法例嘅。特別係入咗呢一個法案委員會嘅議員，根據江玉歡講咧，當時大家都睇兩眼，而且你討論咗好短時間，好似幾個鐘頭嘅，係就已經冇乜反對、冇乜唔同意嘅聲音啦，就已經過咗啦。嗱，於是我哋可以咧係逐步可以傾一下咧，就話第一，究竟呢條立法個原意係想點樣？第二，按呢個原意之後，呢條法例有冇配合得到？第三咧，呢條法例配合得到，當然配合得到咧，佢先成為一個法例，走上去立法會傾啦。咁點解立法會又咁快脆一口氣就通過晒佢咧？咁當然最後就係當通過咗之後去執行啦。咁執行嘅高官啊，所有嘅講法點解會同條法例又唔同嘅咧？咁呢幾個層次我哋可以討論下。第一，我哋傾下個立法原意好嘛？嗱，立法原意咧，如果按而家通過咗之後，啲高官講咧，個原意就係全面嘅，全面大家上巴士就要扣安全帶。咁但係點解嗰個政策文件到出嚟嗰條法例都係唔係全面地要扣安全帶，而只係2026年1月25號之後嗰啲巴士先要扣咧？咁我想問啦，立法原意究竟喺邊度？係信嗰個白紙黑字嘅文件啦，還是信一啲不同啊，唔止一個啊，不同嘅高官所講嘅說話呢？咁啊，啱啱基哥所講嘅第二個問題咧，就係為何班立法會議員咧會喺3個小時咧就通過咗呢條法例咧？而且當時個法案委員會咧，其實唔止通過呢個巴士安全帶嘅，其實講埋的士車頭唔係嗰個電話嘅規管問題。所以其實係呢3個小時裏邊咧，傾咗唔止一條噶。所以傾安全帶嘅過程咧，其實比3個小時更加短嘅。係，而且睇翻唔少網上嘅一啲嘅當時嘅會議片段咧，好多會內嘅議員咧都一致支持啊，仲更加有議員咧話呢個安全帶咧係社會嘅共識添。係，我唔明點解佢個共識喺邊度嚟啊？就係佢自己虛構出嚟啦。咁事實證明，即係推出咗之後，市民嘅聲音、市民嘅反彈，就知道呢個唔係共識啦。呢個就都反映咗，當時嘅立法會好似都唔係講緊市民嘅意見咁嘅。係，佢哋冇聽過毛澤東講咧。毛澤東話咧，冇調查冇發言權。好明顯呢班曾經講話大多數市民有呢個睇法，有冇到調查咧？可唔可以攞個數據出嚟咧？講明呢個調查點調查咧？如果你冇嘅話咧，你係冇發言權，或者你齋噏，或者你亂咁噏。我就估唔到點解而家咁嘅立法會議員個層次去到咁嘅咧？其次就係立法會應該係反映咗最多不同意見嘅人喺度噶嘛？你有不同嘅功能，有直選嘅議員，即係又代表群眾又代表專業。理論上你有好多不同嘅角度去睇同一個問題噶。
而咁多嘅角度都睇唔到個問題。通過幾條咁嘅法例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質疑啦。立法會議員係有權去監察政府嘅工作噶嘛？咁我又擔心係咪大家太強調立法機關要配合行政機關，為咗要配合或者我應該配合，我要配合。如果我有唔同意見，係咪我唔配合啊？係咪我提出一啲我睇到個問題，我講咗出嚟之後，係咪又有人話我唔配合啊？甚至再進一步提升到我軟對抗啊！我作為呢個議員，好多我都係受好多提名我嘅人睇住我噶嘛。我講咗之後，又會令到人哋覺得我唔配合，下次唔提名我啊。所以呢個咁嘅問題咧，其實可能牽涉到一啲嘅政治嘅結構嘅處理，而導致一個咁嘅結果。所以我又會覺得，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你既要配合行政機關嘅工作，但係也要符合基本法去監督政府嘅工作，同埋佢可能出現嘅問題，兩條軌同行嘅，同時進嘅。冇錯啦，其實過去嗰屆嘅立法會議員咧，就一直強調即係效率啦，話喺4年嘅任期裏邊通過咗幾多條法案，但係當中咧有幾多條法案咧係好似呢條安全帶咁樣講幾句就通過咗咧？呢個真係好大件事喎！如果呢個安全帶就話爆咗出嚟啫，如果你喺其他法案都係以審議安全帶咁嘅態度去看待，就話冇問題，呢個係社會共識，我支持冇反對咁嘅態度咧，我覺得好大鑊喎。總嘅嚟講咧，即係我覺得作為立法會議員咧，係既配合也監察，只配合冇監察就出現今日嘅問題啦。咁接下來基哥第3個問題咧就講執行嘅問題啦。係啦，其實咧呢個就執行咗幾日咧，市民嘅意見咧已經反映咗喺社會上面啦。負面聲音多過贊成嘅聲音啦。特別係點樣執行、點樣執法咧？當時咧有位局長咧都行出嚟就話，一開頭咧係會以勸喻嘅，就唔會話罰款形式嘅。但係當時咧佢都係曲解咗文字上嗰個原意，因為文字上係講緊2016年1月25號打後啊嘛。但係佢嘅講法咧就令人覺得全部巴士一上到車咧就係要綁安全帶。呢方面咧亦都係顯示咗佢對呢條法例咧其實有啲誤解嘅。我哋睇到咧就係當時咧所有政府嘅公開宣傳，所有官員包括特首嘅公開講話都係話係全面嘅。個問題喺邊度咧？如果咁高層嘅官員都咁講嘅話，我就會懷疑，喂，原來嗰個法律原意應該係特首加嗰啲局長級嘅人講嗰個先係法律原意喎。咁係咪制定法律嘅時候，但係交咗佢又經咗咁多個層次又過到喎？咁當然過到之後就出現另一個問題啦。既然過咗成為成文法，白紙黑字咁清楚，有晒日子，有晒點明係邊啲巴士，咁點解嗰啲咁高層嘅官員又會講錯嘅咧？又會違反嗰個法例所講嘅白紙黑字嘅原意嘅咧？呢個咁嘅矛盾，呢個咁嘅混亂，點解會係咁嘅咧？呢個係令到我哋好唔明白。一個係經常要我哋強調要配合行政機關，而行政機關又都要必須去能夠做到佢嗰個嘅質素同埋嗰個成效俾我哋睇。咁啲人去配合咧就順理成章同埋條氣順啊。原來一配合咧就出現矛盾嘅，撞晒車喎。咁點搞咧？佢哋都要清理一下，甚至會唔會將來都有個交代？今次嘅出現呢個問題，白紙一致嘅政策同高官嘅所謂嘅意願，到白紙一致嘅政策變成法例，又同高官嘅傾向講出嚟嘅結果，係兩次嘅層次上都出現矛盾，係人嘅問題啦，制度嘅問題，還是咩問題咧？冇錯啦，所以呢個安全帶之亂咧，衍生嘅問題咧，唔止係安全帶嗰種嘅對市民嘅不便，仲係制定呢個法律過程中咧，一切嘅一啲嘅矛盾以及人為錯失啦。其實造成呢個矛盾之後咧，運輸及物流局局長咧，陳美寶咧都有出嚟解話啦。佢最尾嘅決定就係剷除相關嘅條文，個意思咧就係剷除必須要戴安全帶嘅條文同埋懲罰啦，同埋咧向公眾交代咧，佢就簡單帶過話條文有不足之處，但係就冇道歉啦。而佢亦都咧就話呢相關條文咧將會從頭來過，意思咧即係政府唔會有一個既定立場啦，咁都會從頭嚟過咧，諮詢公眾諮詢專家，做一啲嘅民調，
去再做翻一個咁嘅政策出嚟。咁但係就未有時間表嘅嚇。我就覺得咧，即係佢講呢樣嘢係必須嘅啦，你一定要做啦。無論將來要扣安全帶還是不需要扣安全帶，或自願扣安全帶都好啦。咁但係頭先我提嗰個問題，即係由行政機關制定政策到呢個司法機關去制定呢個法例嘅草案，以至到立法會討論通過呢3個嘅關口啊，點解會出現今次嗰個嘅矛盾同埋混亂呢？點解立咗法之後，高層嘅官員仲可以會講一啲嘢同條法例相矛盾嘅嘢呢？呢個我唔覺得係一個你簡單地話係有啲嘅官員啊，可能係唔小心啊，有咩錯漏啊棘卡。呢個結果咧，我覺得係相對地啊，喺政策醞釀到執行過程裏邊，必須要處理同解決。公眾咧其實都希望政府有個清晰嘅解釋，為何會出現今次嘅所謂鬧劇啦。咁去到最後咧，我哋不如俾啲建議啦，因為政府咧都話會重新進行一個公眾諮詢啦。咁我哋都有少少嘅建議咧。其實呢個立法原意咧，就政府就話係保障市民安全啦，所以要全面喺坐位嗰度綁安全帶咧。但係有啲數據顯示咧，其實企位咧，先係死亡率同埋受傷率最高嘅位置。你將嗰個死亡率最高個位置就唔處理，就去處理一啲相對即係較低死亡率嘅坐位，以及係制定個重罰咧，呢個都係社會上有唔同嘅意見嘅。另外咧，就係巴士上邊咧安裝呢個安全帶設備咧，係我哋係同意嘅，因為你全部巴士安裝安全帶係好事。咁至於你強制市民綁安全帶咧，又係另一件事啦。你有安全帶，市民唔綁咧，市民係有一個即係可以通過一個教育過程去教育佢係要綁啦。但係你架巴士原本都冇安全帶咧，有啲市民想綁都冇得綁啦。所以咧，除咗呢個諮詢之外咧，其實政府嘅一啲嘅教育都好重要嘅，即係慢慢循序漸進咁，先向市民教育綁安全帶嘅重要性啦，同埋冇安全帶嘅巴士咧就安裝翻安全帶啦，必須安裝。係啦。當然我要想補充一句咧，就係如果行政機關咧真係需要立法會議員配合，又需要市民支持嘅話咧，制定政策以至係立法嘅時候咧，小心啲、謹慎啲，各個嘅角度同埋情況咧都要諗清楚。當然諮詢市民係重要嘅，但係諮詢市民記得市民係普羅大眾市民，唔好淨係諮詢一啲咧係支持你嘅市民，唔係唔諮詢，唔好淨係諮詢呢一種。冇錯啦。特別咧都有啲坊間有啲意見咧，話制定安全帶政策嘅官員咧，先去巴士度坐巴士翻工一段時間先，體驗下當中嘅困難，同埋體驗下當中有啲咩嘅技術難關咧係要處理先。因為有好多網民都話嗰啲高官咧係唔搭巴士翻工嘅，所以高官就通常有政府車佢翻工放工噶啦。冇錯啦，呢個亦都係公眾咧另一個不滿啦。去到最後啦，我哋都希望咧政府日後嘅諮詢咧，而且確可以真正咁聽到市民嘅意見啦。至於你係強制攬安全帶或者非自願扣安全帶咧嘅過程，都要有清晰嘅指引同埋一個背後嘅理念去講翻出嚟啦。咁去到最後咧，我哋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好冇？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拜。